好啦，集前嘅紅燈亦都已經亮起啦，嚟到今日4項國際一級賽嘅其中一場，第4場國際一級賽2400米嘅平賽，11隻馬角逐，臨場大熱門5號嘅同工之妙，可能名勝潮流，愛提村，剩翻5隻，安請，歌里巨人。開上嘅馬仲有嘉盈傳承 A， 嗰隻安請未得，唔係嗰啲南家名城嘅安請入咗，南家名城上嚟，嘉盈傳承好有目共賞都咪安排上去啦，嘉盈傳承入埋有目共賞，最後入閘遠飛標槍。好啦，第4場賽事一級賽2400米嘅平賽，賽事展開角逐準備，總獎金2600萬嘅一場一級賽，隨自己步啦。好啦，起步就呢班霸實力名勝潮流一對慢，前面快智取神區安請呢一對快嘅，入邊仲有歌里巨人啊。外面開埋上嚟咪見到愛提村啦，大外檔啦就係呢一隻南家名城啊，再守住中間位置咪見到遠飛標槍，外邊仲有呢隻同工之妙啊，響埋邊位置有智取神區啊，出閘慢咗嗰兩隻班霸實力同埋呢隻名勝潮流都係響第8、9位度啦，後邊嗰兩隻都係香港馬嚟嘅，有目共賞尾以暫時殿後馬就拍住嘅嗰隻嘉盈傳承嚟噶。好啦，啱啱第一次過終點嘅時候咯，前面愛提村又走去帶頭。首次第二位就嗰啲南家名城啊，第3位埋邊有安請啦，中間位置仲有呢個同工之妙啊，響入邊咪見到歌里巨人啦，外邊走翻上去咪見到名勝潮流啊，後面嗰5隻馬啦，分別有呢隻遠飛標槍尾5嘅，尾4智取神區，尾3位置就係嗰啲班霸實力啊，尾2位置呢就係有目共賞，暫時殿後馬就係嗰啲嘉盈傳承嚟噶。好啦，到飛機場仔嘅時候咯，前面帶頭愛提村帶出咗1個馬位，守住第2位就係嗰啲南家名城啊，外邊名勝潮流又走咗上嚟，我守住第4位埋邊係安請啊，歌里巨人守住第5位係拍住佢外邊位置啊，就係嗰啲同工之妙啊，守住第7位啦，就係嗰隻嘅遠飛標槍啦，響佢埋邊咪見到智取神區啊，仲有佢外邊位置尾3班霸實力，尾2位置都係香港馬嚟嘅，有目共賞，同埋嗰隻嘉盈傳承嘅包咗落尾嘅。好啦，接近呢個1000米段節嘅時候，黐住上面喐咗少少，嗰啲名勝潮流走嚟帶頭嘅。守住第2位就係嗰隻愛提村啊，第3位嘅馬就係嗰隻南家名城，第4位安請啊，第5位外邊走上去有同工之妙啦，中間仲有呢一隻歌里巨人啊，守住第7位外邊呢就係呢隻遠飛標槍啊，尾4智取神區，尾3位置呢就係嗰隻班霸實力啊，尾2位置都仲係有目共賞，暫時殿後就係嗰啲嘉盈傳承嚟噶。好啦，開始轉彎嘅時候咯，轉緊彎中間添啊，前面名勝潮流呢就帶住呢一隻嘅南家名城入嚟嘅，歌里巨人守住個第3啦，守住第4位，中間位置有呢一隻嘅同工之妙啊，揈出去出邊追啦，有啲遠飛標槍啦，外面仲有班霸實力啦，再係喺中間或者智取神區，外面上嚟仲有目共賞啊。好啦，鬥到嚟之後300米嘅時候前面混戰啊，呢個時候出咗嚟先係同工之妙啊，而外面啲歌里巨人炒緊上嚟喎，遠飛標槍林莊馬有冇機會呢？反正外邊上嚟仲有啲班霸實力喎，仲有100米前面同工之妙，知唔知？喂，林莊馬遠飛標槍你追佢唔到嘅，外面歌里巨人進佔第3，接近終點同工之妙贏埋添啊，跑第2名遠飛標槍，第3名歌里巨人，第4名呢就係嗰啲班霸實力噶，前4名外隊馬呢都拋甩晒後面嗰啲馬。